各位要死未記佢各位聽眾，歡迎人來邊寧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我人未講幾個數，歡迎你人來參加人講幾個數。這個禮拜我人幾個處有真正濟。只先正要嚟講幾個數，所以我哋要先介紹我哋嘅特別嘉賓先。呢個禮拜我哋嘅特別嘉賓是你先叫我介紹老焦先，老焦介紹幾個事嘅嚟講，佢嚟介紹佢哋先焦。老焦是毛毛菇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แลลอง歡迎。แล้วก็就是老焦個啊，三八寶唔是老焦啦，三八寶歡迎。哦，大家好。แล้วก็อันเจ้าขอขันยาบุตรีน้องขอได้ขอขันยาสิครับไหมกับว่า講啊。好。OK， แล้วก็咧介紹我新椒先。新椒呢是這個禮拜頭一擺來參加新加坡嘅豆花歡迎。大家好。歡迎啊！頭一擺來講所以我咪問看這先。豆花路，安怎聽到邊啲學見嘅呢？邊 podcast 呢？因為我啲 office 真正 boring 嘛，所以我就去睇 podcast 咯，然就 Google 到檳城福建咯。哦，安怎你會吹到檳城？安怎吹到福建嘅呢？你是我冇吹咧，我是幫 podcast ghost story。哦 ，podcast ghost story。哦 ，OK。你就看到邊咧福建嘛？你嚟福建好像真正 interesting 嘅你看咯，就去聽咯。你是幾時吹到咧？把你最近無幾年啦？無幾年。幾個禮拜。你有聽到底聽咧？把你幾個數頂到幾個數嘅了？哦，我去聽了哦。你去聽了啊？starting 我是 skip。伊個幾個故事，我聽了我唔敢去幫照，唔敢去幫照，唔敢去站板。哦，特別你聽別你話題嘅，你冇聽啦，別你說。我有聽內昂啊，精神bài啊，錯啊，笑死我啦！你有介紹你新加坡嘅朋友哦？無咧，伊人真正 serious 嘅。哦，無小弟啦，無啥你問佢啦，人小弟人較歡喜，咪見得插人去死你咪聽。係咪嘅？毛毛菇。新加坡人啊。對。對。แล้วก็โอเค感謝歡迎下豆花，แล้วก็我人嘅新椒是菜頭靈。誒，菜頭靈是新椒嚇？椒聽到我講話。菜頭靈新椒啊？頭先嚟講咯嚇。你聽邊啲學嘅聽落句啊？聽就我嚟幾年咯。幾年啊？你安怎聽到頭吹掉邊啲學件事安怎吹掉？安怎吹掉？朋友介紹。是阿鄧嘅朋友咧，做工嘅朋友係咪？朋友咯。你介紹你嗰度實聽起啦，當今過嚟會在啦，講幾個數，你拄到幾歲嗬？最近。冇啦，拄就拄啦。OK， 肯定喺老掉嘅講。แล้ว你是邊樣多一個？我多愛淡麼？當小對多愛淡個啊？對。OK， 肯定我咁未了講係咪幾個數啊？แล้ว我個有另外一個新椒是嘅女歡迎。Hello， 大家好。歡迎啊！你真係對邊啲學嘅呢？Actually 是我是 try to 吹Malaysia 嘅 program 啦。Then 我就唔贊咗看 link 掉兩邊啲學嘅咯。哦，Malaysia program 係咩？成個講 podcast 啊，Malaysia podcast 啊。
无我无路是，我住这边是无咩槟榔人、福建人嘛。你住倒咯？我住啲 Northern Island 嚟。Northern 哦，住啲阿摩作嘅。so 無 Malaysian 嘅 program 看嘛，so 安尼估出來了，so miss TV3、TV2。哦，DVD 噶，阮都安啦。所以我們是隨啲香港 program 啊，啲連續劇啊嚟看咯，so 唔知咗隨啊拎掉咯。哦，好勢好勢，你隨掉啊是就幾正隨掉，無你最近嘅。我吹到真久咯，個是有一年，甲兩年了。了，大都是聽攏 top ranking 啊，用就也放嚟聽咯。所以跟住我用嘛再攏。好，感謝。你個你到底邊領是到底界人？我所到啲即個坡地邊啊，我咁大邊嘅。坡地位，我咁大位。你想你去到即個 Northern Island 度做久啊？我到這邊有7年啊。7年啊，你都想呢邊嚟哦？有啊，我9個月是一年對一擺咯。哦，9個月對一擺咧，對佢這項對新正。我真少新正對嘅，因為新正真濟人看店啊。所以我家己對佢是吹食嘅。係啦，我們是講，或者白日話地講只係是啷個對嚟講，少年只係是，即係禮拜咱是話講幾個故事，所以咱學成交成講幾個故事嚇。咱這禮拜咧要 start 嘅是先學迄個新加坡嘅豆花講。哇！講你幾個經驗。OK，actually 咧，我嘅厝咧有真即最怪怪嘅事啦。哦，是啊，特別就是來我一個人佇厝在嘅，或者那有時我會來看到有烏蠅來走過安尼款，然也是到來搖我嘅床，我嘅名稱搖你名稱因為last time 咧，我嘅名稱是外壁嘅啊。then 我困嘅時候，我真正試過來睇到真正外嘅壁，確實靈靈安尼款啊。then 我嘅後尾就有真正濟空位咗。then 有一擺就是伊山裡直搖啊。then the feeling 是好像到有人規條我嘅名稱，連直跳安尼款咯。你做假啦，你做假叮當啊！是？你做假叮當，你做假是你 mattress 啊，你做假叮當啊。是咯。then 我有甲我嘅 cousin share 啦。then 伊是答the feeling 是好像是囡仔鬼啊 ，cause 伊嘛是有 play 伊個 marble 啊。別人聽嘅 marble 是樓頂是無？伊若打是 pipe 來嘅嘛。但是咧，我嘅 marble 嘅聲咧是好像有人佇我嘅房間夾伊 marble 去夾伊個壁，安尼款一框兩框安尼款啊。伊是石白骨里啊，白骨里。嚇？白骨里。什麼是白骨里？白骨里是 marble 咯。咕哩。古里是 marble 啊，marble 啦，我唔叫白骨里啊。即係白骨里，你聽到是一聲是到啲房間裏面來。好像伊去夾我嘅壁安尼款啊。伊地面 marble 係壁嘅。then 有一擺我落困 ，then 我是 face 掉伊個壁安尼款，我佇困 ，then 山裡我 feel 到來有人來爬我後壁，安尼好像叫我起來安尼款啊。然後我就起來，then 我是thought 是我嘅 mother 叫啊。then 我活過來是無人，then 我就來感覺怪怪安尼款啊。but 我不要緊，我就 go back to sleep 安尼款。then 因then又加一擺安尼款，then 我活過來的時候咧，我就看到來佇我的門邊有來茫茫一個囡仔囝安尼款。這是查甫查某？然後我查某囝，查某囡仔囝。then 一下爾就無了，then 我有聽到來有囡仔來
会声。伊在笑啊笑啊。笑安尼款，like disturb 安尼款。我咪你厝新加坡厝是托卡厝，还是關apartment condo 呢 HDB 啊。我HDB， 但是我的是 ground floor 的。你是哦，then in fact yesterday 呢有无人伫厝，但是三日有人去敲我的門，我房間門。你袂驚？你是知道你住下間厝就住了久啊？哈？你住下一間厝住了久啊？10年啊！你10年一落來，唔是有人看你物件呢，還是最近嘛？你講伊有一擺一個 period 真正濟，then 我的mother有帶我去夾伊個符啊，then 就要好，有比較好。較好啦，較正淡薄啦。這是你厝內面人有感覺到，還是剛剛有一人看到呢？是我爾誒，但有一擺我真心看到，帶到袂，就是有一擺我咧困，then 困一半咧，it's like 我有一個 dream 啦，then it's like it interrupt my dream 安尼款，then 我就看到一個收音機，then 收音機啊，camera，swimming pool，swimming pool 就水池。then 內邊有一個查某，伊是穿 school uniform 的啊。中學是有分中學甲小學的哈。新加坡並馬來西亞有分小學甲中學嘛？甲幾歲嘅囡仔冇 ？teenage 呢哈 ，OK。then it's like 我唔知影，我當然會知啦，但是。the feeling 係好 dangerous，真 dangerous then 伊是 like 個朋友騙伊個錢 then somehow 伊死了安尼款啊。你是感覺到安尼款啊？你看到意思？then 等下我就起來了，then 我有淡薄驚啦，then 我看到我的clock 啊，你時鐘看時鐘then 伊是早起是6點，早起是6點then 我就準6點，then 我就有來伊真正怪嘅 feeling，特別 before 來怪怪嘅物件發生嘅時候有即個 feeling 嘅啦，then 我有感來即個 feeling，then 我就來 OK 來想別嘅物件，咪我家己驚啦。then 但是咧，我有一個 feeling，好像有人佇我後背安尼款。即係你是到厝內面咧，即是到你房間嘅眠床嘅咧。then 我三日我聽到一查某嘅聲來你不是要我的錢咯？你講華語啦，講華語。這樣來的，伊個 tone 是好像是我害死啊！你看咯。你講佢嘅詞牌，你講你不是要我的錢啊？你不是要我的錢咯？成講話，你講你冇一類人看啊？安怎來做你一陣買了安尼款嘅感覺啦。你做咩事？你唔是愛買類咩？安尼看啊？then 我就來驚啦，then 我就想，哎呀，應該是我頭腦想的啥，唔是真的安尼款。then 伊又在打我，意思打來你轉過來了。然後我就來，冇可能啊！你講，然後我就 OK，我就畫過去咧。然後畫過去的時候，就看到這查某伊是徛幫我的門床邊，但是伊是來bend down。伊條啊，伊是箍條嚇，伊是 squat 條啊，無，伊是
bend down。伊腰嘅位啦，伊腰位，就啲伊 waist 嘅。Yeah. Then 伊邊是like 就 in front of me。Yeah. 伊是伊壓掉咧面咧向掉路啊。伊想伊 lower down to 看，伊是伊 lower 伊到啲 waist 位咧，伊頭都好似啲面層嘅 level 係呐。就是外邊嘅in front。John, just like Juan. Yeah, sangat Juan. Yeah. Then 伊是 like 青 Yeah. like 有青安尼款啊 like a bit glowy 安尼款。A bit咩？like glowy。哦，伊想發光嘅呢，想發光嘅呢。Yeah. Glow in the dark. Glow in the dark. Glow in the dark 安尼款。哦。你特別每日glow in the dark，伊邊呢？你看到伊嘅目睭邊皮卡咪冰冰嘅，還是布布？奇怪嘅是哦，伊安尼畫，但是伊嘅面是蓬蓬嘅，看無。但是你看就是一個人咧有長頭毛咧款。then 我就驚到要死啊！我就來趕緊來，我過來then cover 掉我嘅目睭，較驚。then after a while 就伊感伊怪嘅感覺就冇了。then 我開目睭嘅時候咧，我看到伊嘅時間哦，花時準6點。哦，成個無過咧，點先想想？真奇怪。then 我就去我嘅 parent 嘅房間哭咯。你係幾歲？1-2年前啊，1-2年，所以19歲安尼款。哇！你走去考啦，走去你爸母嘅房間嘅。有你出來人個別人，除了你爸母你出來人有兄弟啊咩？無。所以講厝人是幾人大，3個人大。是啊。你厝人你爸母會相信你，你頭是也是人講乜亂人是reject 伊嘅 idea 啊，因人是覺得阿女因人好像驚什麼，因為國家我會國家驚，所以因人就來賣相信安尼款。哎呀，無啦，不要緊嘅嚇啦。你來 see wrongly 安尼款。你家己你一落來家己本知講你家己會看到咩？可能物件。有時咯，then 有時我會到會來無物件會哦，then 伊會家己背嘅，then 背我袂要緊哦，伊背了我會過單嘅。伊想看到物件，倒貼嘅嚇。好像有物件來行 towards 伊安尼款。有，OK，開笑掉，哎呦，驚咯，你會告訴我發到去新加坡時，我去隨路啊。成日我去微我係厝時，我去伊厝時，我去字板看感覺看到，佢無話，我去上昂嘅時候，你睇我叫伊鬼去找你啊！會使，未啦，我是大鬼啦，我笑嘅時候嚇死嘅啦，係鬼。你當今我每個另外一個即個菜頭靈呢？菜頭靈，你鬼告訴講下。即係細聲。聽到我講話無咯？特別就細聲，佢嗱講大聲。你聽到吧咯？我是叫做菜頭靈哦，唔是菜。菜頭靈啊！菜頭靈係咩靈？古靈嘅靈啊？哇！菜頭靈啊！菜頭靈是 carrot milk。carrot milk 菜頭靈啊！OK， 菜頭靈講。我是煮過應該有7-8刀咯。7-8刀啊？佢講話幾件啊？你？講幾件呀？你件是多14年前哦。等陣嚟講，你使 mute 你麥啫，嚟講。OK，嚟講。這件我是多14年前哦。14年前
有一間戲台叫做，唔講戲台名，係咪講，到底邊個是得咯？檳城咯，個我巴登係檳當然城咯。個有喎，當然個有喎。咧嗱，馬路唔知邊度 restaurant 嚇，OK，係你使講，係講。啊，聯邦咯。哦，聯邦，OK。係啊，啦，你有時咩？等陣問你，聯邦是講我哋大都格拉瑪那邊嘅嚇。啊，對。是唔是講一定到，咪是講你人過一生嘅事，過一生啊？講人小拍你第個收我字都唔制啊！我知咧，特別黑時黑邊有睇到人嚇，OK，佢一直會講，伊邊頭整有賣你阿推米線，唔是阿推米線，你雞絲麵就好食嚇，你講。唔知佢。嚇，你講，你安怎去睇？你好，有一暝吼，我就帶一部嘅學生咧去看戲咯。當朋友啊，一部嘅學生啦，學生是你做先生，還是你本是學生？我唔是學生。哦，你帶一部學生去 ，OK。啊，แล้ว看差不多12點嘅戲咯。嚇。แล้ว去戲台你睇正頭後邊嘅戲台吼，伊是較種薄嘅嘛，較搖住戲啊吼。แล้ว愛去。一係愛做醫生吼，我去代理生咯。醫生呢度治療咯。因為去大經時吼，伊大經冇食無很實開嘅嘛。對。伊入口後面嘅時候就爆炸掉，所以外口嘅官未接嚟啦。因為只實開嘅報紙吼，伊大經會所冚去咗。哎呦，你就無開咯，無開咧，嘅戲愛做啊嘛。我咪愛佢走去房啊嘛，佢去看戲咯對。你看到咩？因為伊同那邊個口可以做出來嘛。แล้ว我就行入去咯，行入去時候，我咪是食教下你洗手嘅位咯，有洗面盆嘛，有攞嚟嘛。我看到一個人又徛到下邊位咯。你是幫助到邊啊？是啦，徛到頭前下你洗面盆嚟，唔知咩鬼啦。is it the 迄個面盆鏡南邊啊？冇啦，徛到洗手嘅位。哦 ，OK 了。แล้ว我咪去幫助咯。幫啊，我咪幫我洗，我咪去洗手哦。แล้ว我洗手吼，我洗下你洗手時，我看到伊個伫洗手嗰度，我奇怪，即係人吼，我洗手幫助伊個洗手，我洗手伊個洗手，洗緊你嗰個洗不了，我唔知邊個去看伊咯。我就邊個去看伊吼，แล้ว發覺過來，伊邊個徛到看到我咯，知無？看到我吼，個大笑咗，大笑吼，伊攞支手搖起來大笑，特別笑啊無聲就，我就太驚咗咯。我是應該拄到小人啊就，我想我拄到小人嘛嚇死我掉。對。แล้ว我看吼，多一頭嘛看個伊骹底咯，แล้ว看個伊骹邊時吼，伊無骹喎。我伊小一部分吼，透明嘅咯，會看到尾下邊嘅咯。赤腳我卡住啊，卡到一邊點等啊，然後我就哇驚個波子啊，一個頂直跳過，但特別跳無聲啦。因為我就驚咯，我就愛走佢別走，卡住別點等啊嘛。แล้วไม่ใช่เขาก็จะเขาเองก็ว่าตัวอะไรเตชิวเหรอว่าสิกะว่าหมูเยกะว่าจำบันก็เอาไปเหรอว่าก็ไอ้ตินตังเสียว่าใครช่องสุกี้咯ว่าจะช่องสุกี้นะเหรออีกคนก็จะโตเยอะ咯แล้วไม่ใช่ว่าจะที่อะไรอะไรเก่าอีหาเป็นสิเหรอว่าคนเดียวเอาไปจิบไปเหรออุจจาระอ่อนๆนะไม่ใช่สิ่งที่อีเลยนะติดตัวเป็น我ติดอ๋อว่า驚個半死咯แล้ว攰咩เหรอเขาจะเหี่ยว我都唔敢看แล้วตัวมีเหี่ย做咩我都唔制咯，嘅時兵佢後尾頭一面我話驚，大家後尾移了時候，伊就無事咯。你幫我，你是蝦個？你幫我你還是14年前嘅，還是你阿個幾歲？蝦時啊，20幾歲咯。20幾歲，所以你還是你去嘅時，你I mean你已經大人，我就話冇問你時，你唔是成日講見阿屁你看甲蝦條，你還是大人啦，大人大隻啦，還是看到嘅時？然後你看到伊個面 ，because 伊是因為伊南面淡薄暗啊，掉淡薄要藤啊，淡薄海你再講你有人嘅時，你看到啦。你個成日看到講隻萬頭頭路，可能是講伊無關嘅啦。你還是入去時，你看到伊個面，你看到伊面，還是看到隻影啊？無應該意思，伊個面咧還是向了伊嚟行咯。所以我是看到伊背部彎，但係人我就
啊嘛，如果講你去幫助嘛就嚇對，特別你邊個來看伊是伊看條路嘅時，你看到呢邊咯。係啊。耶，你是咩人等人看哪個人啊？伊是等人咯，你以前嘅衫係白衫咯，我看咯。耶，白衫我靠，你看到怪面本啊，伊面都看到。唔是講只情況，特別是會看到伊顯出來咯。哦，你再講伊笑啦，你看到成個伊喙安哈，係物件你看到。啊。你伊笑咧，伊是白衫shirt 安哈呐，穿嗰啲。你留餅啊，裝啊，你整到留直情啊，你門啊，你只薄薄。哦，你成個人做你古里嘅衫。對。你塔票嘅，你林面搭波穿嘅林面衫哼。哦，你我靠，特別無卡啦，透明嘅都看到。就是透明嘅，就變咗成30股嘅狂玩咯。哦。係咯。哦，你gili，聯邦起大誒。你坐你學生嘅路教你學生講哦。冇咯，舊家對家，到底其實政治我隔人講咯，隔人講嘅就冇隔咯。哦，嘅下的人啊。哇，厲害，有gili咯 ，OK，看你路個只個，你個對到10幾刀，啱唔？OK，哇，你驚，喲，迄代只gili嘅，迄代舊迄代有幾時？頂刀是我甲你講啦，聯邦啊，就是你講134唔使有睇只人嘛。聯邦呢度咯會。聯邦你是最，你是毛毛菇呀？啊。毛毛菇聯邦咪是到底係咧啊？係是jalan Datuk Keramat啊？Jalan Datuk Keramat。頂刀是聯邦，你再講係咧 Datuk Keramat 嘅馬達了。哦，知啦。了，好像gili，OK，แล้ว個另外一新椒咧，新椒是幾啊？雞女嚟。Hello。雞女，講啫。So 我講嘅唔是真係gili 嘅幾個數啦，but actually 我是愛 share 啦，成日都講 share number 嘛。對。So 這個事呢是發生喺十幾年前啊。我甲我嘅朋友三叫是真係人講真係結笑啊。結笑。我人是參加股朋友，แล้ว我古拜是甲我朋友白送啊。แล้ว我有一個朋友啦，伊講伊看會到嘅。แล้ว往一班白去白送啊，是你往是一個 activity 嘅 unit 啦。有一個人呢，伊就也小白去啦。แล้ว伊講是個隻小白喎，แล้ว我無人知嘛。我問白送咯，白送去阿妹是我一個朋友呢，就講伊看到一個查某徛喺沙巴那邊，แล้ว伊講。แล้ว下時呢有人往下邊有特別有人會曉成會知講啦，講唔知是大頭講好物件咯。แล้ว咪是發現到我嘅這個朋友是有夜小白起來，係啊。你看到查某還是看用夜小白？伊無呀，無相看啊，白你邊一間夜小白是另外一間。我是 A 啦，看到是 B 咯，夜小白是 C 啦，夜小白哦是，佢講得全條我咩笑，我是 A， 你個講話，我笑 ，OK 來，然後sorry， 就是 B 嘅小白啦，所以我。伊也小白起來了。個 E 啊 F 啊，無，我一班只大班甲30幾個人誒。哦，OK。有人啊，伊人是會曉喊啥講，把人講關係啊，人講大都講啊咩啊，人搞到起笑啥講，喂，講煩着人啊，แล้ว有人有去面頂辦照啊，咩咁就，แล้ว他希望只少年啊，甲10幾歲แล้ว中學兒仔囝嚟咗。แล้ว我 the reason 我講這個故事 because。佢叫我嘅朋友成講就先啦，我嘅朋友真係驚咯。你一驚個口打破嚟咗，口咗。你講我自 Q 掉我驚啊，做好未落山啊，報名啊，成幾山佢冇開車啊，計咧，你講緊啊。我攞幾百成幾山啊 ，OK。成幾山嚟呢位，แล้ว攏是白你滿級入邊去啊。我白是因為我人是上個係種activity 嘅 unit 啊，then 我人是經喺你攞啊上個。
唔是對了門機通常是啥人？哦，即攏是行較坎坷嘅路，係白山咯。對啦，就是咁咯。แล้ว伊就看就驚咯，佢是往伊就咪念。等，因為你講看到誒，係一間驚，真正驚嘅好嘅事，係一間看到查某嘅人，是別人看到你。看到查某嘅人。哦，OK 嚇，了。แล้ว伊就叫我咯，伊講我真驚，我講我都冇看到。我家己哦是冇咩誒，目睭冇看到，耳仔冇聽到人啊，是冇咩相信人啊。對，我是安尼款嘅人啊，所以你家己冇親身看過，你是冇相信咧。嚇，我是安尼款人啊，可能我感覺到人啊，較大漢啊，人哋後明白一道理叫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嘛，即係咁講。所以我就諗到下物件啦，啊，我大漢啊，我家 realize 到講啊，主要我唔應該安尼大膽咯，了。我成講，我這朋友你搞尾是啲哦，就是有啲人講好咯，諗了幾名咯，了是咪是嗰啲朋友諗。講 game 到朋友。對，係咯，搞埋就差起咯，了嗰啲朋友咪做到隻咯，咪是咪攰到隻名咯 ，so 即係 actually 是 introduction 嚟 ，so 我就再講我朋友哦，伊講伊看會到咯 ，so far，係咯 ，so the lead to 我 after 半年過後啦，就是我朋友個小小參，แล้ว自己是啲我人的是七月嚟，แล้ว等人7月，แล้ว same time 啦，我咪是上款無上少物件嘛，แล้ว我叫第另外朋友哦，就是參加往正羅叫咯，我加叫看會到嘅，加另外個是呢本是白萬一股啦，แล้ว即叫第三叫嘅，伊就甲我講啊。我白白啲個別店食物件，伊講緊住啦，成是7月咗。伊講一幫邊咧有啥物件看哦，安咯。了，我冇講，我冇嘗試，講攞嚟看物件哦，安咯。你咪拍電話幾時嘅？我咪講一幫我咪幾處看，咁講啊。了幾處嚇？刺激嘛。我本是想那件刺激了。你我冇嘗試呢，我冇看到，我冇聽到，我冇嘗試。我講物件啦，冇問題，我講。你我個朋友看到咪講。冇見咯，我買啊，咪看咯，你講留見個朋友，แล้วOK，แล้วมาไป講 on，แล้วมาคิดIKEA 咯，แล้วว่า叫即唔是去 Best Star，一項嘅幾處啦，即是想只自己 explore 嘅處啦，就 explore 啦。then 我成日問下邊嘅 audience 啦，有人知講Coastal Highway 有新開嘅 Tesco 啊，阿妹有一間雲奶，我知。雲奶係咩？雲奶บังลุ哦，嚇！我知。最出名係燈菇嘟。哦，伊是冚起來、烘起來嘅係啊！你當今伊邊啊個咧有起厝，特別一間成個18烘起來，然後一間就บังลุ獨間厝嚇。嚇對十幾年前呢哦，一間厝是真係落嘅，บังลุ做嘅就係水啊啦。10幾年前呢是炒嘅了無籬笆。แล้ว唔ได้ last 我去嘅點先是春一間บังโลเนี่ยแล้ว我隻朋友去 explore กับ朋友咯，你講這間厝我咪特別，你講我伊就解講咯，伊講有 tennis court 喺度。我知，我冇去過，哎呀，我冇去過，伊厝頭前有隻 tennis court 喺度。แล้ว我去是冇得踢起來，慢慢係改進。等陣，見到你麥嘰嘰咔喎。哦，所以我係咯是 headset，你我騎我冇。OK，踢掉。呀。OK， then 我係即係伊人有教啲電話講朋友講，伊講last time 伊人聽到講有人哦去 testing 即個厝，伊人看摩托去正斜頂，แล้ว嗰個摩托被 start 咗。哦。แล้ว after that 佢另外一個 incident，伊講伊人去看，第二班人去看，無像 incident 啊。伊講看你 tennis 係叫佢跳咗。伊 tennis 係咩？伊 ball 啊？tennis 係球。tennis 係球。then 伊人有個人school 嘅時，伊人參你 cadet 啦，伊人講用阿啲馬大部有張有裝嘅氣嘅，伊人就廿下啲步啊，擦咗幾擦咯，啲個拖嘅哦，แล้ว伊球就冇跳嗰度，伊人就講哦，你有用有馬大嘅氣啦，你用係咯，แล้ว then 我
人無攞去咯，就是7月14咯，了啊個是11點半啊，我朋友見講，誒，人也一個正大派torchlight 較好啦，唔到時咩事發生，人看到啊，你咪去吹咯，去 Island Place 上面啊，吹朋友就誒，人吹 torchlight 多機嘅咩，打吹咯，吹過來了有都好，叫伊朋友有 torchlight，了有迄個 cadet 嘅 T-shirt 啊，你咪掂啲車後個了，你咪吹了咯，有電灰，舊 T-shirt 咯，แล้วมาสิโอเคหัวเช้าดอแล้วเจ้หัวเช้า on the way ตัวที่ green lane เป็น start หัวเนี่ยจะ start รอหอดอแล้ว start รอหอชิวประมาณโลแล้ว on the way วังขี่สิล่ะตัวที่ไอโอบาลูสอก้องให้ Tesco ติดหัวจะขี่สิอ๋อ12點啊ดอจะ start 12點啊7個10個ดอthen 我哋咪教佢咯 Excuse me 微微娃娃 I join 我確定โอเค所以我咪是教我哋บังโล嘢咯แล้วว่ามาโหลดเชียร์咯แล้ววันนั้นบ่อยาเลยที่ชุดโลกีฬาวันกันก็แล้วหลังจากเกียร์ดอกของแอม even ว่ากับกิมมันจะเกียร์ so วันนั้นจะโหลดเชียร์เนี่ยวันจะคุยต่อสไลด์咯แล้วหลังอุจจาระก็รีคุยอะไรบังโลแล้วว่านี่กับกิริ又是怪ใส่講กับกิจะ好打啦我冇叫 goose bar 嘛冇幾長冇幾長你是冇驚是講你按照感覺就奇奇怪怪嘅感覺啦還是我 feel 成今日都成無說成講，到底我看到啲，到底是唔是我看到我應該做 react 啊？我應該反應，了是真嘅唔是真呢？你就講咩？底下種係神秘嘅感覺啦，今日就成日講，哇，太刺激咯！哎呦，唔得都好，可能。了，突然之間往晒大波。三年咗，見了手甲手白白行，伊講，伊啷對白白行，然後我講好少，伊有法事嘅時白白會見了走咗，然後我咪企到推倒出來咯，咧伊嘅內邊了真係暗只暗喺度，然後咪開倒出來照，照喺藤啊度，照喺藤啊，唔知有人哦，唔知有人哦，唔知有乜物件，然後誒，往上要行入去嘅咗，然後我心裡想講，又希望買啲啲藤啊照，啊媽媽，紅險有一個查某徛了俾藤啊。我紅人未驚嗰度，了還是也是20歲呢，冇見，了嘛是嘅，冇嚟跳，了嗰隻照，啊，每時聽到咪，之後聽到伊入面厝哦，有一個吭嗰陣聲，哦呀，一查嘅時候，還是我對我家己講，有可能是白粉先來啦，伊啲內面數白粉，了可能有人插到頭尾內邊啊，是數白粉，即係講有 drug addict 啊，伊啊除你冇人啊開嘅時候。對，แล้วกองเองแกบ่行嘅，咱個行我唔บ่，แล้ว咱個潮，แล้ว潮愛行正我哦，แล้ว就 start 聽到佢哋刷聽嗰種，刷嘅聲，成個人卡擼到啲刷到頭卡嘅，可能。你 imagine 講你厝正幾刷，แล้ว你穿了隻拖鞋哦，謝，你都冇驚啊？阿時，你冇走啊？阿時佢冇走過啊？聽到。Hello。應該冇咁 clear 啊，你先你聽到我講啊？then 我咪是 start 也驚咯，按照伊個聲直接掉，可能有聲。喺度，你佢咧是又正我徛個穿過潮，可能就你看照去伊厝頂面哦，可能整隻別寶度，幾若隻別寶度邊個，你家己可能正驚，無幾長手流汗度，你佢咧又伊查嘅聲正，怪我度，砰砰隻大聲度，我到就驚，我內朋友覺得走去哦。一隻冇裂到你手就走去成啊！走去啊，可能人隻驚哦，應該。才講啊，我人家這樣講過，แล้ว大家唔別記啊，แล้ว走去哦，แล้ว朋友見到做事走去見到去車去搭車咯，一車未 start 咯。哦，我只驚咗，我啲 start 未 start，講 sorry，弟弟講 sorry 咗，一個人就走。等我未รู้見你接去一處嚇，還是一處嗰啲是破過，是已經做修理過啊？破。OK， 一破嘅時候，你接起你行入去是唔是行到啲樓卡一樓，還是你有去樓頂哦？冇去樓頂，我啲樓卡。because 我去嘅時，伊個樓梯已經一半嘅時啊，你行去幾站咧，伊樓梯已經破去嘅就，伊接未去樓頂就，伊樓梯破嘅。OK， 你接未講？等你 I think 你去嘅是
家己那邊啊，我搞個伊門面口啊個過橋啊，แล้ว我是照入伊厝呢，因為你冇接伊厝，我接到伊厝啊。你接厝可能比我夠到，因為我早起，我是早起。查已經是真大聲拍個樓咯。係啦，伊厝伊物件只綠，伊樓梯伊物件啦破破咧。Hello。樓梯嘅啦破破誒。Hello，聽到講啊？繼續接了講。continue 講，聽唔到啊？見你對呀，見你聽到。baru 聽到啊。你 headset 啦，你 headset battery 不了啊，來頂，你 wireless 誒。等我隻啊，等我數隻都冇嘅。等我 battery。我查我隻 battery 嘅 cable 隻，等我隻。會唔會話我還你？大家好。阿你聽到你個機聲，是聽到你 live。你聽到我嘅聲哦 ，hello。有聽到，明哦，個水你嘅聲。隻股無對啦。水咧，because 我 internet format 啊嘛。我都俾先 internet 啊。安怎係先嘅勁啊？冇啦，冇講，唔是先嘅，少時佢哋 DM 嘟嘅啦。DM 嘟特別較大把嘅時候。upgrade 啦，你哋學嘅你也是一樣，學你 automatic upgrade。冇，喂，cousin sister 一搬嚟嘛 ，then that time 係有 promotion 咧就88 con 嘅 but format。聽到各位聽就，咁樣佢頭 format 落去就 guess。你見你啲係咪見你？見你而家會。我咪端嚟個，見你端嚟試下講成啊！我係講下你，我係講。你冇見過啊？喺隻厝。你會記講我 OK 咧，spooky 多哦。嚇！屌，有浪去喺隻經啊！有我等佢估呢，我係講下 that last week 嗰時我未去節目嘛。伊頭先講嘅是多一間。伊講嘅是你 Tesco 嘅後背喺邊去？你對鏡，你 Tesco 嘅落呢後背，伊成個。你當今邊啊？去厝只節目呢？特別係一間老厝嗰啲。熱鬧嗰邊嘅嚇，我人去嘅是熱鬧嘅，講怪談啊。last time 喺香港嘅半去嘅邊係一間是唔是講伊厝上啊有有一個水池啊？你講嚟嚇？伊台中就水池嘅厝，伊係四周圍嘅咧，有圍條厝嘅嘛嚇。對嚇，係你我冇去我人嘅 team member 有去。見你拖背見你，阿背個下咧就會講會話แล้วthat day น่ะสิว่าหลังจะเลยเป็นนั่งบ่เป็นนั่งproject เป็นนั่งอีตัวเกี่ยวกับขี่รถแล้วคุยตัวป้าใน bloggers มาขี่แล้วขี่ก็เป็นอ่ะสิเขาเลยเล่าเขาจิเก่งนี้อีหลังนี่สิอันนั้น講อี有一間นี่ one of the blogger นี่อีตัว行แล้ว去看幾時間อันนั้น看แล้ว翕相影อันนั้นเนาะแล้ว suddenly อี邊一冇人嘅啦 suddenly 有人อันนั้นเนาะอันนั้นต่ออีหิงอ่ะเป็น啱所以冇啱嗰時關嘅都知哦 because 我人去嘅時是下晡嘅點聲我唔敢啱咪去 because that time 嘅時是7月14啊嚇對是咁我人唔敢啦แล้ว就聽到อันนั้นได้變過去咯แล้ว看冇物件แล้ว另外一間呢一間朋友呢伊是安怎呢伊是講伊是聽到迄個師傅佇講啦 because 伊人有請師傅去嘛แล้ว師傅佇當人嘅沙咧แล้ว伊人嘛講 about 看到鬼啊安怎啊是咩啊你講解釋安尼講啦แล้ว伊就行到一個 corner 嘅位伊 suddenly 伊 feel 到講安怎阿妹成日隻人啊！你講白條嚟，你知道，แล้ว靈啊！你講咧，伊感覺到講冇咪對片啊，แล้วbecause 伊一個人呢，伊是真衰嘅，伊就能講下面就係講啊，我從小到大沒有遇過鬼，我唔係愛看到，我唔係愛感受到咯，我伊有安尼講誒 feeling 也去 challenge 在哦，所以 when 伊 feel 到安尼講嘅時候，伊就係講冇對片啊 because 伊從來冇安尼講嘅อันนี้กำกับ嚇，แล้ว
แล้ว伊就慢慢行開咯，แล้ว行去別位咯，安尼款咯。伊會 feel 到講是一個 last time 你會記你講，你會有一個，你 when 你再講有迄個物件，有一個 pressure，哈對， pressure 來，我對我較食位哈。伊 feel 伊就是伊 feel 到講啊，規真正濟人啊，安尼款慢慢安尼個換條來，你知道？安尼款咯。安尼款嘅感覺。你上次有甲你講，你朋友現時甲你講，還是了啊？甲你講？迄個是了啊，是甲講嘅。哦，了啊，是甲講。特別是嘅，伊有現時甲你講。是嘅，無現時講本驚嘛。After that 我人去啉茶，我若是甲講，I mean after 一個迄個tour過後啦。伊有講咯嚇，嚟看咯。แล้ว嚇，แล้ว亂甲別人講先。見你對嚟，見你對嚟未？我看見未個嚇，未啦，我 continue。見你要 on 咧，特別我看伊特別無聲，maybe headset 歹嘢。headset 攞人嚟嚇。嗰隻謝人個。OK。特別等陣我俾舊人講啊，大媽係你菜頭令啊，伊走去，講伊白寶對嚟走去，安怎你大漢咧叫驚白寶嘅？哦，白寶，嗰時嗰時大漢咯，冇自己冇嘢，自己係講你外多數。我媽媽回來了，係媽對嚟啊！媽媽回來了，快點去睡覺。誒，等陣我會啊，即係屌我見你對嚟未？啊未個。OK，然後你接你講咩話 ？OK，然後 after that 時，如果會記講last time 係雲吞啦，要去一個講係museum，你係 war museum，war museum，然後我嗰時特別愛過去感受這個物件咯，然後the second station 呢就是去這個 war museum，但我嗱冇去啦，雲吞冇去啊，我暫時。無雲吞無記，我就記啦。我會記講，我有看到雲吞的一個 video 吼，伊是行到一攤呢內面啊吼，行，伊 suddenly 伊講誒，伊講come出去安尼款誒，真緊張誒，你無看過？我冇看過喎，你在叫啊？伊 delete 掉啦，delete 掉啊。I think 我揣無啊，我有愛揣到對，特別揣無，特別我問過伊講，伊咪講，伊咪講 ，OK，然後แล้ว我人去那時呢，頭一個單呢，我人接去那時呢，嗬，頭一個單呢，我人接去下面是伊師傅有對調咯，有對調，然後特別伊講無安怎啦，無蝦米特別啦，是講會真正厭爾啦，แล้ว佢有時我人就 move 去一個位咧是拍情嘅，last time 有時是佢哋日本人啊，伊人夾掉伊位了有吼，都是講做都是有犯罪嘅人，有一直入去一個房間，三情四嘅咯，槍斃位啦，槍斃嘅位咯吼，แล้ว我個當兵主持節目個，แล้ว我個順頭入去咯就，แล้ว after that 主持節目上面你錄音呀？冇我主持 video 嘅。long hippie 嘅戲啊，俾埋舊鬼團嘅啊，แล้ว after that 是我見到腳就係使，แล้ว伊唔是有一個位是白色嘅咩？就係人苦掉嘅，你是假啊？係你是假嘅，係你我人看那時是無物件嘅，我人看是無物件，特別你叫我到底你叫我 iPhone 嚟都可以食 WhatsApp 嘅位，WhatsApp 我可以看，袂記啊。แล้ว伊有啥一個罐安尼款白色嘅物件哦，苦掉安尼款嘅喎。แล้ว我成日是感覺到講 video 冇翕到咯，成日講反光啊，成日裝安尼款，特別會感覺到講成一個人苦掉安尼款。แล้ว特別意思是無講蝦米啦，แล้ว意思是你看到咩？我看到，攏看到小英哦，我唔知，我唔知 ，I don't know what to look for 咯，就
你是是講啊？我唔知，係咪物件你冇甲我解釋，你直頭講。有嘛？我 send 好你嗰時我講啊，要 see ghost，安尼講係我都唔知到你看，我都唔知到你當你講啊，我就知啊。伊是唔是講伊成伊有一伊只寫一 cross 包掉嘅頭前，嗰啲一堆，頭前一堆位成日有本物件嚟款啊，一笪。一部物件啦，特別碗一部物件是有啥白色嘅白到啲頂面，對。所以你下次是無看到，你是無啦，很屌。我就是我個屯後就去看，呢邊是安怎嘅？我安尼看都知哦。我看到，我使 post 起哦，小英，我 post 起好像看。會使，然後個有呢，就是講伊會師傅呢，看真隻久，特別無講阿咪啦，伊是。然後我有安怎一看有一間伊師傅一看就久哦，看一萬年嚟看成日講伊無走，伊徛到點點嚟看啦，就比我咱無本無滿意咯。然後過後就是呢我人就伊這標一笪嗰是唔是回來？無唔是，迄個是子彈窿嚟。咩子彈窿係咩？子彈窿係咩？子彈窿係青枝坑㗎。青枝坑嚇，青枝嘅坑。嗱，使是槍斃嘅時啊，伊青枝嗰粒燙過嘅了，掉嗰粒到伊鑊嘅位，到伊壁嘅位。特別，安怎我看到咧，伊是坑嚟咩？伊看到成個，我看到你小英。伊成日擺喺一笪灰啊，你看下，你應該是坑嚟。伊是啊！你徛近看，伊成日講伊邊啊，伊無講一粒安尼講，伊邊啊，伊佢哋氧灰啊，本濾掉嘛，你看應該是啦，因為我人看過去是一點啊，你看咯，嚇，了過後呢是我人就過再去另外一個單咯，然後佢哋師傅就講，嗱最愛接會使接，然後佢看講頭先，伊 feel the pressure 嘅喎，嗬。伊頭一個單都有接 ，but then 伊第二個伊講買一個我買接，安尼講。了過後時出來了，然後阿個師傅講頭一個無物件 ，but 第二個內面物件是有。要感覺到啦。阿個師傅應該是會看到本啦。แล้ว伊有講，伊講when because 伊人有 night tour 嘅嘛。所以講 night tour 嚟講呢，若是講到內面大㗎，是啥物呢？伊講會較危險咯 ，because 伊即邊個了死嘅個了是枉死嘅，冤枉死嘅嚇。แล้ว個有一項物件，伊講個有一個torture room， 個有一個位是 torture room，torture room 內邊有下條你一本拿嘅刀，一本拿嘅刀。แล้วกับ佢哋相似嗰啲 torture 佢哋人嘅嗰啲相似，伊講佢哋房間裏邊咧嗬，有物件到裏邊咧 ，because 伊講佢哋魂啊、鬼魂啊，嗰啲枉死嘅喎，torture 死嘅啦。嗱 ，because 伊人佢哋相似個有地個，你知哦。แล้ว伊人個調安尼款啊，伊會 actually 伊會嚇到佢哋死去嘅人啊，伊會點樣想起啦，伊袂過，伊袂。伊袂啥講放棄，別放棄，放不下手，被放過。伊袂放，伊看咧會驚，伊看到你會驚，伊是看到佢。阿咪講佢哋鬼啊，你鬼個咧，伊看到你相似，你日本人多咗伊個你相似喎，伊會驚，伊會刀啊，情啊咪個咧看到。I mean 講佢哋鬼伊會驚 ，because 伊想起伊last time 伊是按做死嘅咧，伊袂放啊，咧伊變做伊嘅怨氣啊，吼少啲個，所以伊會驚咧，伊會定定留到嗰邊嘅咯，伊袂走嘅。because 伊人個是 still display 嘅了嘅，佢哋相似嘅了嘛。嚇，安尼款咯，แล้ว個有只隻位個，伊講阿妹也是困啊，伊 I mean 講伊是講 if 啦，安尼款元氣安尼重嘅位啦，吼，你去困啊咪，有可能你會聽到物件嘅阿妹，成日講佢哋人 torture 死呢，torture 嘅聲啦、聲啦，係咪啊？應該會聽到 ，because 伊會 feel 到講，嗰邊是很不安寧嘅。你讓我睇咧，有睇機會就邊困咯。冇人加，我加。
你咪講，你加拿大叫山虎轉落去，我要甲雲吞去。嚇，會使嗬？喲，甲雲吞去，甲雲吞去，就是你驚誒，因為我冇看到伊講，伊看到我本驚，喲，頂到誒。好啦，等陣伊講，hello，頂到嘅事。好啦，講伊卡拉 OK，好啦，卡拉 OK，咱家己嚇家己。我都冇計，去過多一邊咧，要講有咩？無，伊就是講看到迄個嘛，我無解做只講伊去香港嘅事啊，講伊看到迄個物件轉入去伊個查某嘅骹，咱入去身軀嘅啊，伊就是講甲我講那物件，我一頭驚死，伊講伊哪在轉啊，我入去骹最空嘅事，還是我死了。安怎春啥春我一人誒？有見你對來呀，見你歡迎到對來。OK。Hello，sorry。冇問題。你睇，當你講嘅是你講伊入去厝，你講聽到刷嘅聲，你朋友走去車，你 start 未 start，然後還是你走對去車，是你試到啲厝過，到啲厝過口過。我未有 respond 啊，我未有反應。你咪企到就誒，咁就冇人去嗰邊喺度，你佢一先我對你人走都對去車喎，你自己車咯，嘛講見到走咯，你咪是try to start 車未 start 咯，你還是往掉邊嘅股，你往到 start 見，我就冇個檢驚喺度，你往到。你是第邊嘅一間啊？你是第邊嘅一間？其實我唔是掉啲喺企下邊嘅，是我嗰頭投入啲係你 situation 啊，係你位啊。佢頭成日講，冇其實講過嚟啦。你是 curious 啊？我成日 curious 啦，直直講愛接埋，行接，可能後尾時只聽到你刷嘅聲哦，然直直聽我就答每一朋友係試啦。我未記講補充兩步，就是我朋友講，誒，講今日都刷聲係咩？我有聽到。然後我朋友講，我有聽到。然後佢叫你有聽到，然後今日都有物件咯，喺度講，然後。咪講名喺度，然後直直看，你看佢啊嘣嘣咁大聲喺度，你佢嗰時，我個基本上，會使講是，誒係咪聲啊？佢頭佢直直試下我哋聲係咪聲啊？冇聲你講過嚟，一嘴放我手走去咯。哦，人走去啊，佢又少個騎兵，誒，人哋邊有冇人嘅？你看人過嚟時，我看你啦，夾隻走就去車樣，喂，冇等我。你車冇講就回啦，就離開你厝。即係教是 around 10個入潮咯，想係走10個潮可能。OK。了，還是冇 Chinese 講，喺度講。冇咧，我去嘅時已經跟下春厝呢。你面口㗎，你面口是成日 construction 嘅圖啊。OK。了走去車，了佢咧是咪睇下馬講開咯 ，start 車未 start，了直講 sorry 咯，講阿兜唔加咯，譬如講阿兜唔加咧。特人嘛，即 Q 掉你 T 恤啊！你講往牙齒你馬大 cadet 你 T 恤，Q 喂好啊！冇關係 T 恤了，譬如直接講 sorry 啊，佢又一車就 start 咯 ，start 就走轉咯走咯。哦。แล้ว hostile 去你我就對阿海物件有一種無相種嘅看法咯。較尊敬嘅，就是看你 situation 好，你較 respect 伊啦，無好。對啦，就是我。古拜是，我冇聽到冇看到物件冇相信嘅，even 都知道我唔是冇看到冇聽到，但我 feel 到。你聽到咧，你聽到聲。但換何種嘅解釋啦？阿妹我感覺動機咧10幾年後啦，我嗰時想講有可能是100%呢。可能啦對啦。我大古拜我細漢嘅時候，有看過啥100%啊，伊人啊走去嗰啲啥18可能70%，所以我唔是。我可能種嘅經歷啊，看過講最100%是有去迄個正偏僻嘅位啊，去頭一100%嘅啥，所以我哋想講，有可能是迄個，家己啦，哪睇先？了按照解釋呢，因為往三人本正有種嘅，係種嘅 feeling 成日講，今日就講冇幾長啊，了特別你袂想講你去邊泡厝，然後呢？如果你已經有淡薄成亂咧，你以係種嘢感覺嘅來咧。我未感覺到唔敢會來哦，我心入面直直成日講心跳啊，你直直講哇到緊張咯，然後成日講正 adventure 正想愛會去看到，然後當家你正見到點聲，我佫實驚喎。
所以迄種啥，你未 control，你未控制，你家己係一種驚感覺，伊家己成啊，你本地是成 excited 成 adventure 呢，睇到風險你就驚嘅，然後呐。嚇，就真係是 adrenaline 頭起個頭嘅。你感覺到你聽到你驚時，你聽到伊聲起，你個驚呢，還是風險驚者就聽到聲。聽到伊刷嘅聲，是應該一啲伊刷嘅時候，我 around 啊個是我個六尺嗰呐，只我伊就驚啊，伊刷嘅聲越來越大聲咗。然後你知我應該即個物件真係我未記咗，然後後尾大漢咧是咱有看一個香港嘅節目，我相信真係人冇看過啦。你講嘅怪嘟啊，有解釋過咗。你講有當時物件是安尼，伊買落去哦，伊得做淡薄物件，後你買來。哦。啊是我甲看了個 program 甲明白講，actually 古拜我拄到嘅情況啊，是應該是這情況咯。然後即成往尾上啊，無俾接埋，頭講句話呢，伊聲就 boom bam，解到咗面。แล้วกำลังเต้าอยู่係啦，actually 條本哦，我有聽過隻人，講過本，你成日你去 explore 下，養成玩女性嘅下，你成日聽到聲，上面學你出嚟跳，還是講你冇去教時，你看到較明嘅啊？應該是咯。因為愛logic 嚟想呢，到底我 logic 想呢，有可能是那邊有七。還是有100%咯。嗱，講到用 spiritual 嘅佢哋解釋呢，就是有可能應該好多聲咯。แล้ว佢咧是你忙接來啊，即係話會，佢接來你，something happen 啊，所以我就走去了，就佢咧是條數咯，咯，即係我嘅 experience 啊。幾本啊！你上一間厝，我不接過，喺一間厝我是 Apple 去，แล้ว我ทำ一點嘅啦，我尋位知，定到我知嘅 boyfriend 樣啦，幾嗱。大人啦，差唔多我看4個 can 啊人，那時去到嗰邊嘅時，我下到啲以前呢，我去到時，伊下車是我一百伊嘅 tennis court 嚟嘅，你行嘅時你先搞 tennis court 先，搞 tennis court 你個 GP 伊處嘅，我攞 GP 伊處，你破了，我 GP 伊處時，伊樓梯站呢是起幾站咧破去，係是頂面嚟個落來頭一站，伊個破去，所以你接未到嘅就伊嘅樓梯已經是踩破嘅了咧。所以你未去到樓頂嘅，我捌去看過伊嘅厝頂嘅是破啊，是用是日頭接來嘅款嘅，特別我是去 Apple 去，所以我無講真正驚啦，我淡薄幾呢，特別我無講真正驚，你我 Apple。我諗去嘅時是半暝12點幾，7月15。係啦。嗰種嘅 feeling 是夠真無相喺度，了我朋友去 survey 嘅時啊，伊講。有影有唔驚喎，冇買了點聲喺度，了佢嗰時伊講哦，見咩？結啊，講結咩是7月15啊，你去看看啊，你用一去啊 feel 到可能唔叫，你過後咧是當佢你個想愛去做，肯定唔驚。冇啦，我對這個物件 after that 對啊，這個事哦，我對這個物件嘅看法是真無相咧，想講，如果去 hotel 住，我係卡妹，可能唔驚咯，我 start 對啊，可能物件我係 start 變咗，我冇。我用 respect 嘅心態啊，心情去做咯，我冇用迷信嘅心態做，啱咯。古拜我是冇關呢個，我到學我驚住去哦 ，team back 哦，一困哦，喺度就係咁樣。我冇，我特別未記嘅喎，我特別未記，特別未必到啲美國嘅名啊，嗬，美國 hotel 名啊，我是驚人講上面，那是 loose start。就是講啊，定就是啦，就聽人講，而家你是 start acknowledge 人啊，喺度來誒。你成日聽講，我冇想到以後喺度冇接你 wavelength 嗰陣，你就是講下，一來，係咪就係來？last time 我是 free thinker 嚟，我下面冇相信呢。所以baru有淡薄 religion 啦，有淡薄 religion 啦，所以我對下物件，過得下知道嘅事，越來越多下呢哦，會再講哦，講嚟這物件，屬實都冇時候去。做嘢嘛，แล้ว會較相信淡薄咯。好，感謝你教人講，十八寶啊，唔係十八寶啊，十八寶，定到你講起嘅是有寶起我嘅 episode，還是讓我綁掉？十八寶嗰啲哦，等我十八寶你 mute 你咪，那時你 mute 你咪，忙別記 mute。我別記哈對。十八寶你定到是。你講幾個數嚇？是我 delete 去啊！你 episode 是
你記你去嘅咯，我就是哋攞你所以去嘅咯。please 講，是講我 first time 咁你厝嘅先嚇，第啲我嘛是唔知啥是聽我媽教我的，伊小弟叫我咩？我係姑啊，你姑嚇，講 about 厝，姑裡面厝咯。嚇，然後聽成個人哋講成個 about 啥微信啊，咧，可能成個唔知按照款 settle with the lawyer 嘅物件嚟咯。嗰陣時我就講嚇，佢厝賣出了啊！我問佢話啊，然後我問佢講係咯，對你賣嘅生意咯，然後buyer上面我講鄧人還哪幾年啊？嗰陣時我問講，嗰你啱好是鄧人賣喎，我講嚇咪好咯，賣學鄧人對對我講嗰陣時。然後我就講，然後有去講佢間厝有貴哦。我同佢講我只笑嘅，然後我咪講你是笑嘅咗，安怎去甲人講嘅人講愛買你厝咩？你就是愛，我嘛阿姑較好笑，佢講，噓，點點唔使甲人講嘅。講嘅時候，對你嗰啲買一啲我嘅附近呢，成日袂使講出來，安尼我驚人聽到安尼。成個我對你啲嗰啲附近嘅厝，安尼看到人買一啲附近。我伊講伊等我聽，伊捌你。你往家己嘅厝嘛，你一個要做嘅時候，看往嘅厝，可能講嘅大聲行車就超過百得定。因為講下時可能有嘢袂使講出去。有時譬如時我講。but anyway 本唔要緊啦，佢哋攞食本部做半行嘅啦，有陣時 just 做斷嘅嘛。特別等陣你咪講頭講起你啦，即 episode delete 去嘛。delete 啊！你人嗰啲人咪是會線咯。係啦，但係嗰啲人係線，嗰啲人冇聽過嘛，嗰啲人聽到都係錄音人有聽過嘅嘛。你係你我自頭背記嗰度點解佢講過啊？你第啲時一個在梅話咯就，伊講你有冇看到啊？我係默啦，講起這厝哦，對，係未記下啦。一個話，你一個在梅話，你是騙我嚟嘅，伊講我騙伊你就。哦，你嘛冇看過，你唔是你小弟是？我係默冇看過，因為我甲你講，我係默真好笑嘅，一定嗰啲英國做面試嘅嘛，做6年嘛。你講伊規日啲 hospital 嘅時，規日聽嘅阿嬤面試嘅荷蘭嘅面試嗬，規日講嗱。這邊安尼款落去吼，因為伊樣嘅 word 真長嘅嘛，然後上加嗰啲你嘛知上加南華伊嘅 class 嘅 word 嘛是真長嘅咯，然後我把啲應該本身咧，你講佢只樣面試對講，嗱，安尼款落去嗰邊有一個老阿伯，佢只治療啲嗰邊啊，名嚇，是嚇，安尼為人 of course 冇講正啊，然後是。伊度想講我便宜啊吧，佢故裡面厝，然後我就講無啦，我真是看到有惡勢，然後咧一個再叫我講一擺，你就，然後時候就講佢聽嗰陣時，你講我聽，聽就未聽。係咪個唔一俾 repeat 嗰一擺？對 repeat 就 please，你攞寫起啊嘛，冇人聽過。嘛是半暝3點幾，你住厝，你講你住厝，你媽嘅厝啊？我媽嘅厝，我外公嘅厝誒，然後定估背下隔邊咧嗰啲布勞迪古斯隔邊嘅厝了嘅時，去買古裡面厝，因為伊後邊有招伊買，然後伊度去看，伊度感覺。啊，是厝是新嘅是舊嘅，買嘅是新起嘅，是 from 自己上家草坡然後拍起來嘅，唔是厝一拍下格一個車櫃起嘅，是新起嘅。10年前了嘅時，然後我咪是去大咯，半暝3嘅，然後我是關係規日，你是去大是伊人，你即是講即是你我唔是無大咧，是你是姑姑去掃厝咧。大了係啦，因為本來是我外公甲我外媽大嘅，10幾年前嘅時，養一輩了就養老人大，然後我外公就嚇成死去啊！然後伊死去了就厝我外媽大，了嘅時我人就煩惱講買回一人大，因為伊安尼老人大，那就伊死去了，無人知啦，咪數。特別即係後尾就是我人一個親情大嘅，所以伊個叫親情本會規日 check on 伊嘅。照顧，所以若是講愛海大本會，特別我媽甲我姨個咧未幫先海大嘛，那麼是叫佢出來大咯。那個是咧伊個只暑假個間厝嘛，那麼是規日對咯，上加時時搭咧
拜個就接去，還是拜六接去，一禮拜對嚟咯，了無就是了 after that 伊愈來愈老啊，伊骹愈來愈無力啦，了嘛是上下變一個月，慢慢咯，兩禮拜變一週啦，一個月變一週安尼咯，了個時接去了看到，了有一年個時看到咯，了個時看到咩？變成是伊是因為款坐條啲個病咯，了個時我嘛是上講是我上講是外國講對來話話，好笑呢，因為佢只講伊樣死了人會對來看嘛，唔是咩？少我聽過。係了個時我嘛是上講是伊，了我個想是話做對啊，佢就因為我是所謂伊。啊，未死就伊活到96歲了咋，無加歲是正到96歲。哦，生日就是伊買幾年嘅時，伊是規隻戒掉，所以我就想講是伊都在哦。特別你是到底到底看到房間還是廳還是怎？伊走卡嘅。走卡。伊一戒掉話，是幾點？一暗暝。點幾呢？我看應該幾點？10點幾？3點幾我有看時間。AM 啊，AM 啊。AM 咪半暝嘛，我就係幫照。嚇，了我人困了我教我嘛困廳嘛，了我外媽教我姨教我表小弟困樓頂嘛，了樓頂食幾味嘅到我教我嘛唔敢困嘅，伊樓頂是真正上加有影有淡薄上加灰厝，看了上加陰陰濕濕安尼，只異味嘅 feeling 就對，所以我唔敢去困嘅到，了我 prefer 困樓下，了 after that。嘛是，因看到哦，因為咧我都心想啊，我就燒起來嘛在，我有影佢想就在，那個時我想，哦，伊唔是講徛到啲咧在經嘅妹嘅叫咩？哦，有，所以嗰時我個想那時，伊就說我白起來徛掉，我嗰個上見個病症嘅在啊，係咪？那個時我就想，哎喲，愛燒幹嘛在早起咩？了，因為頂個有人講佢袂使燒酒嘅，唔是咩？袂使啉酒咩？了我嘛是無安尼，我一頭去辦教，我無等者我飲過來我死，我嘛心想，你應該是袂做我啦，我想，因為有時伊人安尼款，你無感覺驚，你講你無感覺驚嚇。我有淡薄驚本，因為我個想 maybe 伊是 need help 嘅咧，因為看有做有咧是 need help 嘅嘛，แล้ว有咧就現在下面還是愛愈超多嗬，伊嘅現在下面幾一大堆，所以我就想講 maybe 伊是愛人 help 伊嘅是下面物件，我是無想，我有 of course 我本有淡薄想法，講 maybe 伊會做我啦，但係我本感覺看伊嘅款伊應該是袂做我啦，因為時候哎呀，那是 take the risk 看去。開會，我下去交辦，我講你無做啊，我講我本無做，我一頭是衝來啊，我講我本無可能老外做啦，幹嘛就甲幫佢做，咁咪是去咯，我行到一半是愛行唔知10步啊，嗰陣時嚇伊就無去啊，然後我就去即去幫助咯，開會，然後我想講伊個冚壞會都出咗，然後我本無冚壞會，我本無冚壞炸機嘅會。有人喺幫照佢，就是關係無冚門嘅，就是一頭按翻坐落去幫嘅。我嘛想幫，我白起來，我嘛是嗰隻行對對去個沙發盤了咯，因為我人困一暝爾嘛，對面更個地冧落來嘛，嗰個麻煩咧，包起。然後我嘛困個咧canvas。名稱我都在頂嗰個人接嘅，可能一接，對，像播音嘅，播音嘅可能，伊是拍叉內 cross 咧，開起來係判到病。伊樣以後困可能名稱嘅，我後邊。我細漢時捌困過本，然後尾上背啊，我驚我係字係字啊。係咯，都無穩嘅，先會搖。我嗰種是酸嘅時啊，你酸嘅時伊會字，起來會冚起。咩？你酸的時候，我是你想做一小節，伊個茶會使來冚起來硬咯。個好笑呢！那電視我教我嘛講呢個時候嘛講，哇！你真俾我，你剛剛我衝過去，因為我講係啦，你無安怎？因為嘛講，你安尼戇過啊，你不要去樓頂啊，你去樓頂，
然後你咪是因為樓梯高了個高的腳會痛嘛？我講你來起樓頂啊！我講起樓頂，我講架樓頂，佢個幾我架椅啊！我講樓頂嘅椅呢個阿妹啊！我講下晡時都安尼椅呢嘅 feeling 啊！我講阿妹個按咗款啊！我講แล้ว一樣三腳個啲樓頂困啊！我講唔是啲樓頂拍殼安尼款，我 at least 個條。上面面講，我講唔係啦，樓頂嗰個椅呢我講，然後 because 樓頂就係間干那有一間嘅，咧伊 attach 甲一個 bedroom，嗰個 bedroom 是真正久，嚇真正嗰個椅呢，真正久無人困嘅，所以真正椅呢了，我係話講我未死之前都係只借物件了，三間房內面，一是頭一間第無第四。無人去困成嘅啦，之前星星一般去是真正流轉，是真正一人就去白白人較大嘅時咧，都是 of course 是有人去困咯，係啊。然後 after that because 我外公司啊都無人搬大去啊，了咪是愈來愈少人困啊，咪是困的面前嘅兩間房啊嘛，尾房無困啊咯。然後我唔敢去房嗰邊，我唔敢用嗰邊。你是特別是你一人看到嘅，你有別人看到？我看到一擺爾咯梳化，我只個安尼老，特別別人無別人。我講到，我係遇到，唔是不有看到咩？你講嘛？伊唔知係咩年空，I think 是05年。一堆來了嘅時，伊去困舊年嘅厝了嘅時。伊講伊阿妹聽到查某唱 oldies，鄧蘭歌是阿毛歌，上個是唱阿毛歌喎。然後伊講因為伊講真正我唔知頭房還是二房，面前兩房唔是個尾房度，即係講是唔知是尾房我本未記啊。伊講真正面，伊講唱甲只快大聲本，伊講阿妹唱，然後伊講伊個調你出來吹嘅聲個。佢到底來啦，是要看一下。哈，然後伊講真正，我咧講吹無，就是直直聽到查某嘅聲。然後因為隔壁是家人哪來嘅，伊講無可能是家人哪唱阿毛嘅，有啲是講聽得出是當人聲來。然後 after that 伊講伊教我外媽講咗咋，然後我外媽嘛起哄，伊都講伊笑嘅，講我係做鬼下。所以我去看名嘅時咪是講。伊個厝有幾本咯，我媽媽嗰時是伊家己就攞嚟耳仔就聽到看名嘅留意嚟講，呢個厝有幾都就有垃圾物件。攞嚟啊講？攞嚟嘛，電視節我佢講，因為伊家己個部，伊家己本，伊無驚。伊本無相信，伊一頭是無相信我佢就講，政府我外公是真正夠念經嘅人嚟，然後規日參會上，然後佢嗰啲密宗嘅人白白念經嘅咋，嗰啲你知啦，有一種人伊樣唔是回向，但比伊樣是直直回向，伊樣一個經啊，反直直白白念經嘅啊。嗰時我外公就已經因為伊樣念經嘅人較濟會看到即個物件㗎了嘛。because 念經了嗰個物件只係自家聽啦，一定走來直直聽到念經嘅嘛。嚇，有陣時。我外公就規日有講淡薄安款嘅故事嘅嘛，然後我外媽規日都無相信嘅，因為伊家己無看過。然後對你講伊厝有鬼，伊哋就是只起哄啦，因為你知啦，伊老人伊嘛咧會接受咁嘅物件。對。講伊厝有鬼就咋，上個我規日啲厝咪是講，咱嘅厝唔知有無吼，然後我爸若是講聽到嚇，伊就講，笑嘅。你講嚇，伊講。你看，我擺安尼一個線啊！你知咱個厝幾個線哦？天啊，係咪嗰啲？天公、地主公、周銀公、大伯公。嗰群年啊，咁在下面嗰啲一大堆講，你看我大大隻安尼清新點香，係咪？你講咱個厝有幾嚇？咩？我估住叫咩嘛？嚇！我個厝我冇捌看過，有一道影本啊，啲嗰啲走啲我嗰啲走卡佢食會聽。你家己嘅厝係當金啊？講了話嘛，貴啊！食過個嚟講，當金咪是頂到大漢嘅事。頂到早幾年嘅事。你
慢慢我問我哋幾年啊，或者你整我脾氣咯。แล้ว OK แล้ว你當今特別你最近出，頂到都講嗰時出未未過嘛？你講未出嘛？แล้ว當今未啊？我最近才找到buyer呢。哦，記啲。希望浪啊！最近嘅時候，本來我見你啊，就係到底故你咩清楚咧？就是講呢個仔啊。OK， 感謝。即個禮拜咱真正一特別嘅，邊咧就是講浪那是被老掉嘅車呢。看我落一 iPhone 嘅話題，然後佢落一隻主隻嘅物件咧，是接揾係講啷個有啲嚟講，我接入去落嘅一出幾個告訴，即係人冇講到過。所以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但係咱講起啷 help 我 remember 就係最啊三八波啦、微微娃個新椒豆花，感謝豆花，然後個有雞卵咯，但嘛，然後個有即個咩地咩零啊，咩零啊嚇，地咩零啊，但嘛菜頭零。แล้วก็บุก講掉過特別有對條網講參網聽掉就是læ浪加毛毛菇，昨天冇點講啊，啱啱喺數了啊，特別咧接掉就講到有車嚟講啦，冇困過咧接掉對網講，感謝各位聽眾先，感謝新椒大媽新椒個人講嘅嗰條新椒新加坡嘅豆花嗰條冇聲氣啊。走嘢哦，哈哈，有你沒有掉你咪嚇？我沒有掉，感謝嚇！你參加我人講，你講乜嘢只驚？你白到到對嚟教我講過 OK 哦。特別，那是講你未困嘅咯，咱個接去落個。那是講你困了，就白到對嚟參加。OK， 感謝你一個，感謝我大媽貴乃先節目，感謝你拜過來再見，希望浪漫小見，拜拜。哎呀，死！係咪數咧？未得閒。非大喊啊！